消息，好消息，特大好消息！落水的勇士稳住，复活的机会来了。看到我手上的宝箱了吗？在后面我们还会获得复活池再次试炼的机会，我在那边等你们。 勇士们可以通过试炼重新充电，再次踏上战胜恶龙的冒险之路。期待你们的表现，韩老师，走吧。走。3、2、1。哇，第一次用这个技能，真的感觉到有点不适应啊。确实，第一次有一点晕传送。哎，但没关系，有这么多的勇士和我们在一起，信心倍增。力量试炼，智慧试炼，面对道路的分岔口。 勇士们将如何选择呢？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试炼呢？勇士们，请就位，力量试炼现在开始。这是一场体力、毅力与耐力的终极比拼。 抱住吊装别落水，坚持到最后的勇士即可复活。我觉得阿玛纵这个做法是最聪明的，他跳得很高。如果大家一起滑落的话，他可能会最晚一个落水。当然了，起跳虽然高，但并不见得最后他是赢家。我现在更觉得他们3个兄弟像是考拉3兄弟。哦，考拉，哎呀，对。现在看看哪只考拉首先掉下来。 等一下，有人坚持不住了。公牛首先掉下去了。再看这边4来卷3木，哇，在展示自己，哇，这是啄木鸟吗？我是真真正正感受到了不服输的男人的魅力。现在很多哔哩哔哩的观众老爷们在一起看得这目瞪口呆，哇，他们竟然能坚持这么长时间，太棒了！阿瓦宗还要稳住，坚持到最后。 来坚持！哇哈哈！虽败犹荣，我觉得是。哇，恭喜4.3木！作为一代，我在锻炼他，我在把他的极限逼出来。2代是给机会你们，冰箱赢了分我们1份。 哇！哇！第一个落水的是辛小萌，这样辛小萌也解脱了。啊，这个天比较热。我发现山城小栗旬他的姿势跟我们想象中的有点不同。 哦，他并没有说是用双腿交叉的姿势去稳住自己，对，而是用自己的肌肉和设施的摩擦。现在他开始微微的颤抖了。这时候他也采取盘龙抱住法。没想到陈子明是真的很稳重。哇，陈子明核心力量非常强。 哇！山城小栗旬率先坚持不住，恭喜勇士陈子明在力量试炼中挑战成功。做好准备，智慧试炼现在开始。
这是一场定力与脑力运转速度的双重考验。勇士们通过轮流答题来决定传送带的运动方向。勇士斗巨龙，龙去斗室友，全明星阵容，荣振新民权，坚持到最后的勇士即可复活。阿瓦达啃大瓜，瓜大啃阿瓦，瓜大啃瓦。 Warning. Warning. 加油！不要啊 Warning. 就走了。加油 Warning. 再待会儿吧。不下，不想，交给你了。加油！太菜了吧！再见。哔哩哔哩向前冲！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别救了，快！爸爸头小，子儿头大，子儿大头，子儿头大。师傅，别念了。 Warning. Warning. 拜拜。 Warning. 我走了，拜拜。 Warning. 加油啊！拜拜。 Warning. 干这首歌翻山落水。恭喜拉红桑！勇士勇骑妈与勇士苏佩野好君带领着自来卷三木、陈子明、拉红桑3位勇士登上了妙亚方舟，驶向恶龙之门，迎接最后的考验。他们能否成功登上龙堡，拯救吟游商人？ 哇哦！哇！他们前面是恶龙之桥，这个有点问题，我说是会掉的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请注意，龙堡防御系统出发，大门将在2分钟之内关闭。成败与否在此一搏，勇士们拿下就完事儿了。拉手，拉手，拉手，抬一下，抬一下。你们先往前走，别站太多吧。不要压在身上。 OK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！快！跳过去，跳过去。你拉着我，你拉着我。先往前走，不要在同一个板上停太久。往前跨，往前跨。跳过去，跳过去。跳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跳。哦，小心，小心。来，没事。好，可以。这是什么呀？来，一起努力啊，齐心协力，这真体现了团队精神。5个人全部能够通过恶龙之桥。哇塞，这个怎么玩？走这边还是走这边？这个怎么走啊？快走。走。哦，好，成功了，沿着前面的队友的指导方向，好的。上。哎呀，摔倒了！来，拉红桑突然是失足，能不能过来？能不能起来？来，勇气。过来。哎，完了！拉红呢？能过来吗？拉红桑无缘后面的试炼。快！来，
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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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。能起来吗？能起来吗？起来，跳过来。好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。小心，小心。哇，400多来的这里，现在来到了恶龙云梯。现在登上高坡的第一位，哎，慢点，杭州小泰山走走走， ，Super 1号区。走走走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走走走。4位并肩作战。快冲，快冲，快冲！快点儿，漂亮！终于在恶龙之门关闭之前，他们成功的登上了峰顶。今天作为第一季所有获胜的勇士，将从我手上获得由哔哩哔哩向前生为大家定制的这条勋章。来，让我们一起祝贺这4位勇士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你我不用下水了，因为你们我不用被他们推下去了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隆重的鞠躬，感谢4位啊！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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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让我们祝贺这4位勇士。恭喜恭喜他们啊！非常棒。哎，下期冒险赛期待您的光临。没错好，让我们在这个夏天一起叫上伙伴去冒险，哔哩哔哩向前冲！